来继续来看，迄只甲人夹着伤的比特犬 Lucky， 昨中昼，互台北市动保处没入带走。昨暝伫动保处度过第一暝，讲 Lucky 的情绪真紧张，用马无食无啉，目前是交这个训犬员持续的关心。这件代志嘛牵出着议员关说的问题。台北市议员杨石斗防指控关说。也毋过，伊来反击，讲关说的另有其人，去互暗指关说的议员苗碰雅是破文，讲这是抹黑，请因提出着证据。伫动保处困一暝 ，Lucky 嘛是真紧张，面对青训的所在，看到镜头就开始哭哭咧吠，甚至阁紧张甲伫咧甲涂骹的毯仔。听动保处的人讲，人少时伊就较恬静，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咧休困，食少嘛无咧放，有认真伫咧实行，和训练狗仔的人培养关系。安尼甲人家，互议员去指控，敢若有关说讲情。刚开始杨石斗就去积极施压，对这件代志，伊讲新闻报道的去瞧罚单，瞧没入，我一件都没有说，也没有做。关说的议员是另有其人，希望如果有议员涉及关说的话，就自己出来承认，不要让其他的同事来背黑锅。杨石斗强调，绝对无施压，取消带走。佮讲撞镜人是别人，甚至普文点名，有倒一个民进党议员，或者是另行的苗圃甲跳出来大声讲要带走这只比特犬，甚至要求爱家随处理掉，一个都拢无。对这件代志，苗圃甲普文会口，将来无任何人关说，希望抹黑的人提出诉请。苗圃甲佮讲，杨石斗是事主人，找主人和动保处开会，佮派助理去定，嘛讲开会结果就是狗贩未带走，这毋是关说，也无啥物则是。两边小家民众是看甲真火，上重要的嘛是 Lucky 第二摆甲人家如何安定训练，这是大声爱处理的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